这2工啊，我毋知影是因为食中药换药仔的关系，我就开始赤酸。这2工拢有赤酸。昨昏我是讲，我出册啊嘛，我工课上出册，所以较会赤酸。毋过我今仔嘛无啥物压力，但是佫赤酸。毋过我即摆就会当接受讲，赤酸袂要紧，可能是我心肝顶头佫有一个压力也囥伫遐，只是我无发觉着，就袂讲一直想讲我哪会赤酸，哪会也袂好，袂想遐济啦，就是较平常心去看待，嘛是会讲定定去看我的内心、我的思想有啥物无欢喜的所在，会去家己好好想。我即摆就是今仔有上台语课，这老师袂歹，因为若讲上课伊就会甲我讲，其实我毋是讲每一个音拢无准，只是有一寡音是较歹发音，我自细汉就无发迄个音，所以我讲出来就是会讲，人听袂清楚。若是好好练，伊有嘛用简单的方式，和我讲要安怎练，是真正甲我诚合。因为我即摆就是爱好好练，但是练要安怎发音的过程中毋是讲家己一直练就有法度，就是嘛需要一个老师来甲你教讲这几若种音其实就是一种方式去家己发音，安怎嘛爱提醒家己讲，爱注意讲即个发音，嘛爱甲拼音这个代志记伫心肝头。因为这老师有去教拼音，我即摆嘛有学拼音，所以讲希望讲拼音会当改进我讲台语发音无准无正，无正即件代志。若讲着讲台语讲袂顺，一个就是发音无准嘛，佫一个可能就是一寡词就是用华语的文法去讲，无就是无法度想着讲台语爱安怎去讲。即种就是讲爱定定听一寡连续剧，定定去听广播电台就去听一寡台语的物件，迄听久可能就会记伫脑中。我即摆嘛有定定地听，就尽量听。是上班嘛拄好会当听。若有机会讲练讲嘛是会讲。所以讲即摆就是爱豆豆来嘛，该练的爱练啦。毋是讲听的，结果拼音拢无学，就想要讲进步诚紧，可能嘛是爱有一寡功夫啦，爱落功夫去学。嘛因为伫 Clubhouse 有人去推杀一寡活动，就是讲台语的活动，讲母语的活动，语言语言讲母语的活动，母语的活动，会使互我讲，会使互我讲，要安怎讲？会使互我会使互我讲有一寡鼓励，因为伊嘛是鼓励大家讲台语，都袂亲像讲一般你熟悉同事还是店员伊就无注重这嘛，袂甲你鼓励你好好讲。无就厝内人只是会甲你口说讲哪会无进步哪会安怎泼冷水因为厝内人还是路上无熟悉的人同事因就毋知影讲甲台语捡转来，因无即种信念，所以讲
会泼冷水，我真正莫对因生气啦。想诶，我若讲遮树诶人拢是伫推杀母语诶人，有一个人加一人学母语，就欢喜甲欢喜啊要害。我为虾物无甲我诶心地放伫即，就是我甲我诶心情放伫即群人诶身上，毋免讲。路上诶人真正因嘛无毋捌啦，嘛袂注重这啦，因就是紧结孝啊，紧讲伊嘛是受利诶管理尔啦。嘿，我嘛是知影讲，这袂当勉强。嘿，那就是讲，啥物课就是去听，啥物有讲台语诶机会，和阿姨开讲有机会就加开讲，就是安尼，毋免讲毋免受着影响。若是讲我今仔学甲愈济，我受着无重要诶人诶影响就会愈少。嘿，这就亲像讲，我即摆若写小说，我若讲写诚济文章拢伫创作，我就袂讲一直想讲奇怪，这社团内底人是安怎拢无要无紧，我有写无写，写啊好，即摆无写伊嘛无差。我若讲我今仔就一直咧创作，一直有作品出来，我就袂去想这。我若台语有一直去学，一直去进步，我就袂想这。所以代志就是安尼，就是讲咱一开始，就会想这，别人讲一两句啊，泼冷水，就会心情无好，就会袂爽，就会会赢啊，会生气。但是讲，若即摆我就逐工无闲去去学这学迄去学台语嘛，就逐工咧学啊，我就较袂生气啦，因为就讲我不如甲这时间摕来去学搁较济台语，别人安怎想就伊诶代志。像讲我若伫路上，我就大声念出来。我就无闲甲逐工就大声念出来啊！若讲店员对我，伊爱讲台语无爱讲，爱讲无爱讲，随在伊啊，对毋对？我嘛毋免去想遐济，因为我就无闲试，因为等下买物件买煞，我就开始伫路上搁家己念台语啊，家己诶心情用台语念出来，就遮无闲。遮无闲，其实就毋免去想讲，别人有接受无啦？就是我知影讲别人可能无接受，讲我今仔讲台语还是安怎？就亲像讲我今仔写小说，铺伫网络顶头，社团诶网友有接受还是无接受？我会甲足济精神放伫顶头，就是怨叹讲为虾物无爱接受。我若今仔讲，我诶气力拢是放伫讲，我搁写搁较济文章，我去学搁较济台语，搁伫无共款诶所在去练台语、讲台语，我就会自然甲这小小诶代志放袂记。我即摆就是因为伤少啊，所以就一直去求抱甲暗，抱甲讲足惊失去迄一撮物件。我应该去创作搁较济物件，我都毋免惊看伊诶面色。这其实是人生一种道理，但是知影是一回事啦。咱若讲要怎讲，知影是一回事，但是会真正会去了解去家使用伫生活顶头啊，就真正就是真正就是像即摆安尼，豆豆去体验，豆豆去看着这过程。就亲像讲我今仔写迄
写迄程序啊，程序的作业嘛是共款哦，就是拢写无好啊，我嘛会足气啊，看别人讲，拄仔学尔，嘛无啥物做工课做势头的经验嘛，因拢是转行嘛。我想讲哪会输因，但是安怎讲？我若讲，我注重的就是我伫做这作业，虽然做甲乱七八糟，但是我学着啥物？我有学着物件无？就是安尼。毋免管讲我是爱做甲比人好啊，比人好看，比人搁较正确，比人搁较紧。我应该是去学讲，我有我对家己有帮助。我爱甲我爱关心，就是我家己对家己有帮助，还是无帮助，就是应该是安尼。我就是爱练啦，这嘛是爱练，就像台语共款，台语一寡发音足久无用着啊，是发袂出来啊。咱思考嘛是共款，诚济思考的方式，就是别人拢安尼想啊，别人拢安尼怨叹啊，别人拢是去怪别人啊，无别人就是会卡掉的一个细细项的代志，就卡掉的讲，怎会安尼啦？怎会无顺，就无法度过去。我即摆就是爱练啦，练讲莫讲因为这种代志，我用以早思考的迄种惯势去思考，其实毋免。我应该是爱用新的方法，就是讲，今仔我若做这作业无顺，迄不要紧。我若讲有学着物件，就算敢若学着一项两项嘛不要紧，就是安尼。我若今仔讲台语，有人会讲你讲啊无好势啊，我嘛嘛足失望啊，讲我哪会无讲啊比啥物人好，拢毋免。我敢若今仔去讲台语，会当学着一个字、两个字，安就够啊。以早毋知影，为今仔日。今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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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仔日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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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仔日，今仔日，今仔日，今仔日开始，今仔日开始，我会使。学着，还是甲伊练转来练习嘛。为白晓的，愈练甲会晓。就是甲昨做哩的家己去比赛，只有安尼较会快乐，无就会定定嫌家己讲比别人，比别人搁无成就，搁比别人失败。这种想法就是永远就是伫想讲要去赢别人，赢一个无够，搁赢两个、三个，逐工拢伫遐拼，袂快乐啊！你啥物时阵较会快乐咧？就算奥运第一名，摕着金牌，嘛袂快乐啊！因为4年以后搁有啊，搁有新人要出来，所以讲。我家己思考的方式嘛是足重要的。